大家好，而家係早上10:25，係深水埗嘅特賣場同埋淘多多，其實已經係鬥生鬥死鬥平。咁我今日呢就嚟到呢度呢，就係淘多多出邊呢，特賣場出邊嘅長沙灣道。其實呢度呢都有好多間呢係鬥得好厲害嘅，佢哋啲嘢都係平到你唔信，係啦，總共有3間，平到真係1蚊都有，簡直係匪夷所思。係其中一間就係呢間菲菲家品，係啊，好平。另外就係呢一間，亦都係好平好平。3間，一間係叫做日和，中間嗰間就係冇招牌嘅，另外一間就叫做菲菲，每一間都好平。你睇下，大家睇真係1蚊都有，係啦，入邊啲嘢真係好平。咁我走入去睇過一輪，開始拍俾大家睇下。鉸剪啦，通常都係10蚊以下，見到係有少少貴嘅，不過總括嚟講咧都係平噶啦。我有睇過咧，即係3間嘅價錢都係幾蚊，可以講係真係賤物鬥窮人。好多人都話香港啲嘢貴，其實佢哋如果行到呢度真係覺得好平。未知大家啱唔啱用，不過當係行街咧，可以不妨嚟到逛下。3間都屬於係平，係啊，都唔屬於貴。仲係平到唔相信添，比特賣場仲平，有少少佢哋唔知點樣經營，割喉式嘅價錢，真係可以經營咩？尤其是呢1蚊，咁會賺得幾多錢呢？真係唔知啲老闆點樣經營。大家如果有時間可以過嚟呢度睇下，喺長沙灣道同埋北河道交界行出嚟就係。全部個價錢都平到你唔信。如果講款式啊，真係好多啦。究竟係實唔實用或者啱唔啱用就唔知，我就今日就冇買到任何一樣嘢，但係真正係好平好平。有時間啊，行下啦，可以。
間鋪咧都係好接近，行過幾間已經係呢間就冇招牌，應該係啲短租藥啦。另外嗰間日和就喺前邊少少，菲菲喺呢邊，總共3間喺長沙灣道個北河街嗰個車站嗰度。都唔知太多啦，都點樣介紹？你睇下，都係幾蚊。諗返轉頭就覺得真係80、90年代10蚊店已經係好驚人，而家去到1蚊店，真係唔知點樣形容。係啊，大家不妨參觀下啦。價錢就去到，我覺得已經去到底線㗎啦啩。呢一輯就主要就介紹呢度，都係平到你唔信，1蚊店，係，多謝大家支持。如果可以就訂閱一下啦，再見。